爱兄之间，
今天大家平安，是咱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来先请大家。来哦，做伙来听上帝的声。上帝的声对你甲你讲，我是阿伦法，甲何里家是起头的，也是落尾。我要重新去做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要对天降落。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收赐互人啉。我要甲因异地，搁要拭去因拢种的目屎，无有死失，也无搁有哀伤、嚎叫、疼痛。因为前个代志已经过去，衫要变成做新。我耶和华所讲的话是真实，必胜的人要先食这的，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所以来吟诗，献诗382首，献诗382首，带咱大家来吟诗。留住我，我叫自己。
用书读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咱的美丽，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爱的主，伊对你生命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伊本就为了到你来受苦，定是个死人埋葬到一步，第三日对世人中倒啊，今天咱就全面被上帝保佑，因为对咱来信奉我人来死人，我才是现实，我是我共同的教会，建造上多。各位下面用这个话，另外的王名，阿妹，阿姐。是来启用启文第8篇，诗篇的后面启文第8篇，也是诗篇27篇，启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贵力。虽然有军兵战赢要攻击我，虽然掀起刀鞭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情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皮抗北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武器，我要伫伊的布皮献祭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听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主，至圣的父，阮敬兄姊妹集中伫你的面前敬拜。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阮台湾人的上帝。你有能力延光翻遍世界，因为你的话受启造。因为你的神来我，你是万米的主宰，无任何上帝当和你比拼。当阮看见天顶的星神，阮看到你的伟大；当阮看到地上的贪婪遭受，阮看到你的丰富；当阮回头看阮家己的生命，阮体会你的恩典、慈悲甲怜悯。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感谢你的医治。互阮的病得到好医好，感谢你的公供应；互阮的生活无欠缺，感谢你的保守；互阮脱离危险，感谢你的同在；互阮的心得到安慰，感谢你的疼叹；互阮成做一家。主你的恩典教业伫阮的心上，算少袂清。总是主啊，虽然你赐阮恩典到遮大，阮的软弱却是不断互阮陷落伫罪恶的中间。阮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求你洗清阮的罪。主啊，求你甲阮做清气、纯洁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求你使阮有得胜的快乐，互阮脱离罪恶的捆绑，指示阮头前的路，互阮有信心，毋忘出埃及入迦南地。主啊，伫新的一年，阮恳求你，赐阮一粒坚强的心。互阮点会徛会牢，抵挡魔鬼无退后。赐阮一粒火热的心，火热的祈祷，火热的见证，火热的服侍，火热来听你。赐阮一粒顺服的心，顺服宽变，顺服祈祷，顺服现实的引带。赐阮一粒合一的心，彼此相听，彼此心传，结连祈祷。赐阮一个奉献的心，奉献性命，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一切。
主啊，互阮亲亲较无你，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你。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来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于利未记第6章，利未记第6章是台语汉语本116页，约116页，利未记第6章。土啊，因为有管草，无分题，对地顶是无清气。行实在我再看一遍土啊，因为是有管草，无分题。对顶是无清气，这是咱来请圣乐队演带咱的敬拜。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诚做我以上，因是请蔡牧师来分享。今仔日的题目是土案门先书。感谢。
容易，新的一年土啊年，圣经土啊，敢若差多啊迄阵，真歹讲无清气吼，烦草无问题，无清气。土已经买入去吼，土啊伊就出头出来。讲土啊下班，土啊开始上班啦吼。大家注意哦，总是土啊是啥物通学习的？土啊吼，是用文来讲，找无好话通讲，你知无吼？你最看土啊的话吼，土是有要讲有啥物好意思吼？土啊是互你干嘛咧哀伤，无土啊通食吼。狡兔三窟嘛是咧共命吼，即人食交配啦吼。土是5分化，那土啊是9做2日台吼。无啥物好话啊吼，守株待兔啊，叫人掠着，只土啊嘛该死吼。真正找无关的土啊，咱讲好话吼，祝福无就找啦。拢无啥物吉祥啦吼。总是吼，咱人真巧哦，即摆既然找无好话，咱是应甲改一下吼，叫做好话吼。你甲我今年兔年拢讲一寡兔飞猛进吼，前兔似锦，扬眉吐气。因拢调无共啦，二十几个差不多安尼吼。大展宏图吼，这人常来讲，咱迄个马总统叫我写字嘛吼，伊嘛是写宏图大展吼，宏图大展。那咱中文无啥物好话吼，圣经嘛无啥物好话啦吼。咱旧年虎年要有两只虎嘛，你会记有一只伫壁咧走，伊只叫做比对。有一个是咱的手棍来骗过，叫做虎口嘛吼，这还可以吼。当时土啊实在是袂啦。这问题来啊吼，伊讲土啊是吼烦草无分寸，甲你无清楚。请问圣经即句话对啊？对啊，毋对？土啊无问题对无？啥物人？啥物有问题？牛有问题？你捌看牛无？牛是两地，你知无？吼，两地。土啊是啥物？土啊较先猫啊，较先牛。椅子旁边可以啊。较先猫，五鸟，你知无？哦，有五鸟，所以圣经即句对啦。吼，土啊无问题，总是烦草。我甲咱讲，咱有人饲土啊无会去。哦，土啊敢有烦草？无输掠手。敢有烦草？有啊无？我知影，伊敢有烦草？伊无烦草。所以你若要讲圣经有毋对，则就毋对啦，对无？烦草是牛啦，你知影牛仔哪会烦草无？因为有4个胃，所以头前即3个胃就是敢若食鱼放伫遐，搁抱转来抱，再搁吞了嘛。土啊一个胃干，然后伊无在调烦草。我毋知你知影讲牛哪会烦草无？因为草真歹消，你敢捌食草？英国国营伊个纤维素足济，纤维足济。纤维吼，咱个消化来讲嘛无法度，牛嘛无法度，要安怎哩？靠白菌，你知白菌？个细菌啊，咱即摆无定咧食养生菌对无？迄种细菌呢，爱帮忙消化。牛的头前迄3个胃内底有足济即款的细菌，所以伊活袂消化好喏，互细菌甲消化了，你纤维就足较细片吼，伊就要吐出来较好补。所以好不容易食一堆草吼，若无消化，就变做排斥嘛，搁防治无效嘛吼。迄营养拢爱吸收嘛，所以牛一定是靠几摆，一摆白菌靠白菌吼，甲消化了，土啊无，所以吐出来嘛无效，因为伊无迄个护胃吼，有4个胃啊。土啊足老，我毋知你知影，土啊用磨糖，你知影？磨糖啊，你知影磨糖无？咱两种无论讲，磨糖挂掉，磨糖足重要啊，磨糖即有白菌啊。毋过磨糖伤后壁嘛，磨糖白菌消化了要做吐出来，背袂出来吼，所以伊全部为后壁放出来，知？你知影土啊食啥？知无？因为袂当吐出来啊，白菌甲伊消化了物件吼，伊会较好好混吼，全部流它出来吼，就是较食哩。等下咱再看，这真正咯吼。所以土有一个物件真注意啦吼，这个新年期讲的话，甲2020同款啦，搁定讲100年吼。
无有问题，土啊是无鸟吼，土啊鸟。我讲即个上问题就是即个，你看牛安尼毛吼，伊是咱讲幻觉啦吼 ，rumination。啊，土啊看起来伊个嘴嘛直直毛，总是毋是哦，伊叫做 mastication， 因为牛吼有流胃、缓胃、半胃、甲昼胃。你捌食牛肚无？吼，迄有咱隔一格有啊，有那网眼，伊有4个胃啦。土啊无，土啊干一个胃哦吼。啊，所以伊即个叫做 mastication。你若经过你就知影 rumination 甲 mastication 是完全无共款。毋过古早吼，无些咧写五经的时候，伊无动物读啦。啊，叫甲看，就拢讲，啊，应该是对啦吼。所以，用咱来讲，圣经无毋对啦吼。你像啊动物无遐济，啊，咱即摆解过嘛，知影哦，因为无共，所以土啊的布总是袂完草，安知无？啊，表面看来是敢若共款啦吼。你安尼吼，两个喙差不多要成嘛吼。啊，甲咱有关的吼，圣经无讲，总是伫欧美的教会有讲，就是土啊甲过偌济有关的，你知影无？土啊，咱台湾较无即个风俗啦，啊，过偌济是耶稣过我，啊，兔子什么事呢？土啊，哪会走来乱啦吼？无你个是毋是假？啊，无你个空分布吼，这甲耶稣过我较有关系嘛？总是甲土啊做吼。这你有注意，是啊，土啊甲过我有关系吼，啊，搁另外一个搁注意，你知影英语过偌济用做一字无？啊，Easter 是几号来？Easter 是欧洲的，还无信啊，所以就拜拜的一个神啦。这个神甲土啊有啥物关系？啊，是啊，咱即摆咱英语吼，过偌济，咱毋用 Pascha， 吼，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花季节，吼，这嘛较差不多，较会用人欧洲以前无信啊，所以就拜拜的一个神，迄是春天的女神的名。过偌土啊，啊毋然咱呢？即只土啊，佫会生呢？你敢捌看土啊生呢？土啊是生土啊囝呢？这佫较奇怪吼。伊过偌济，咱台湾就有嘛，过偌济分灯有无？啊，听说反正有啥物关系吼？咱会走即条路出来，这真注意哦。所以关键土啊，咱有足济通好想的物件啦吼。这过完了吼，啊，佫即个名啦，即个 Easter， 即个上奇怪，较会甲即个名了名。啊，咱来看有历史家去了解哦，到底 Easter Bunny 过偌土啊吼，是安怎造出来，怎么演变出来的？Jesus Christ's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So what does this miracle have to do with a bunny delivering painted eggs? The answer lies in 100 generations of rituals and customs. According to the Gospels of the New Testament, Jesus Christ and his apostles entered Jerusalem to observe Passover, the Jewish holy season that celebrates the Hebrews' release from slavery. After the Passover supper, Jesus was arrested, and on what is now called Good Friday, he was crucified. 2 days later, he rose from the dead. Those of Jewish origin were the first to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likely as a new facet of the Passover festival. In fact, the Easter celebration was called Pascha. It's derived from the word Pesach, the Jewish translation for Passover. Originally, Easter was celebrated 2 days after Passover, so it fell on any day of the week. But Easter Wednesday just didn't feel right. In 325 AD,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Council of Nicaea ruled that Easter must fall only on a Sunday, the day when Christ rose. Easter Sunday would be the first Sunday to follow the full moon after the spring equinox. It could occur anywhere between March 22nd and April 25th. Around this same time, Christians began one of the first recorded rituals of the modern Easter celebration, the lighting of the Paschal candle, its flame a reminder of Christ's resurrection. Light out of darkness. As Christianity spread throughout Europe, different pagan customs blended into the holidays. In fact, the actual word Easter may have come from Estra, the goddess of spring and fertility, which brings us to the Easter egg. Eggs have been a mythological symbol of birth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ristians adopted the egg as an Easter custom sometime around the 13th century. The yolk inside a shell represented Christ's emergence from the tomb.
Eggs were painted red to represent the blood Christ shed on the cross. The colorful Easter egg soon hatched its own traditions. A popular one was egg rolling. In 1876, Congress prohibited kids from playing on the Capitol grounds. So, President Rutherford B. Hayes opened the White House lawn to the little rollers. After that, the White House Easter egg roll became a tradition. So when did that Easter bunny hop into the scene? The fertile rabbit had long been a symbol of new life in European pagan celebrations. Beginning around the 16th century, parents told children that if they behaved, on the eve of Easter, the Osterhaus would come and lay colorful eggs. Children built nests in their homes to entice the rabbit to visit. And so began the customs of the Easter egg hunt and the Easter basket. To help fill out those baskets, 19th century European chocolatiers began making egg-shaped chocolates. The sweet trend quick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Today,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spent each year on Easter candy. Easter. It's a joyful day when Christians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For 2,000 years, customs have been added, some spiritual and some fun. But Easter is also the time for families to gather and welcome spring, when new life emerges after the dead of winter. 这个就是我刚是前礼拜吼，讲个足详细吼，为咱教会开始的是叫做巴斯卡，也就是过完逾越节、花卉节，用安尼解过完节，因为耶稣是花卉节迄暗去互最后晚餐了去互掠去。伊是两工了后过活，应该是咱用迄做礼拜日啊。总是犹太人的花卉节吼，无固定做一日，因为因用迄个因的艺术咧生活，甲咱的无共嘛，所以就走来走去。所以你若花卉节后壁两工有当拜日，当拜三，当拜五，所以大家就祝花嘛吼。八人迄个迄个皇帝君士坦丁吼，我来讲，袂使一定爱礼拜日，当要安那礼拜日，就用春分满月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所以你注意看哦，当年的过活节无固定做一日咯，走来走去，这就是有迄个历史的背景。在当时吼，德国迄边开始，囡仔讲你若乖的时候，迄个土爱来生卵，然后互伊捡去，所以开始有即个卵的即个故事出来。咱的教会有承受着迄个卵，所以咱定做一个分卵有无？佮创红的吼，伊甲你解释，过来巧克力就走入来吼。巧克力甲耶稣嘛无关系对无？就生理人吼，你知影嘛？足侪来什么节就是去卖物件嘛吼。这是即摆足大的商机啊！迄个过偌济外国吼，拢会送礼物，就是送巧克力。19世纪的是开始，所以历史伫改变的是，咱的即个节期会互即个周围的风俗会入来。即项无一个问题。若是安尼，咱教会要庆祝过偌济，甲咱讲 Easter。甲咱无关系吼，咱应该讲耶稣还是讲 Pascha。教会，总是你知影，圣诞节就是耶稣的生日，你知影？耶稣无可能伫12月出世啊，因为耶稣出世的是故样的，有伫外口咧值班哦，无故样的遐讲，因为12月落雪，因为我伫外口已经寒死了了。拢话春天才有把羊仔带出去食草，对无？所以耶稣是安那就无可能伫12月，总是因为。罗马皇帝信耶稣了后，因本来是拜日头神啦，日头神的生日是12月25啦。即摆无要拜日头神，要拜耶稣，上简单就种本来就拢休困迄阵哦，全改做拜耶稣，安尼知无？就变过来吼。有诶教会坚持12月25无去过圣诞节，因为因坚持讲迄是拜日头神的转过来。总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大部分的教会就接受嘛，因为耶稣当年出世也无人知啊。咱就有一日来家纪念就好啊吼，所以有无共款的看法。我想是安尼啦吼，那伫台湾吼，应该上好是用肉粽节对。你知影我意思无？也是中秋节，迄是咱的节吼。你知影咱圣餐吼，食迄饼甲迄个葡萄酱吼，台湾应该是乌龙茶，你知影？咱有诶教咧讲，意思是讲咱的信仰甲咱的一般的即个生活。敢若妥协，你知无？咱就是过咱的犹太人的节安尼，无法度互伊甲咱的一般人无信耶稣的人，讲原来
你若过即个节哦，你的生活吼，信用生活吼有无？我感觉这是一个解说的问题啦。因为今日要讲土啊，较拄啊这有关的，所以甲恁小可讲下，你逐个当希望大部分的教会拢过圣诞节，总是有足少数足传统的教会拍死着毋过圣诞节，是讲迄是人本来是拜即个日头神的，袂当甲耶稣人做伙。所以咱教会吼开始要拍鼓的时候，有人讲起就袂使拍鼓，你知无？因为迄甲咱无关的。啥物才会当？教会敢来当囥啥？你知无？竖琴，因为圣经有竖琴，嘛无钢琴的。所以我大部教会已经接受钢琴对无？还是管风琴？哦，迄就是真新鲜。就是咧，甲圣经即点仔关系就有。所以咱爱开始想讲，到底咱教会咧办这仪式、咧庆典的是，甲咱本来的即个生活要有关的，还是要甲切割清楚吼？咱一定爱保持足圣洁，甲拢无关，这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啦吼。这张图就是我去追查，就是即个春天女神的故事，甲恁讲，这甲土甲人拢有关系啦吼。即个春天女神吼，有一天出去散步啦，去看到一只鸟吼受伤啦，要死吼，即只鸟是鸟无？伊的手有一只鸟吼，即个意思吼。伊是春天的女神啦吼，伊看到一只受伤的鸟伊要死看伊足可怜，还袂死所以就甲 CPI 知无吼，甲救倒来啦。救倒来伊受伤嘛，即摆闹死袂飞嘛吼，我安尼要安怎？别人我甲救了，当然甲食去怎甲变做土你知无？土就走足紧，人就袂甲食去所以即只鸟就会变做土总是伊无读有3科，伊毋知影讲。迄个变做土了吼，你迄个鸟的生长，甲改做土因为土袂生长所以即只土是全世界会生长的，你知无？伊本来是鸟你知无？安尼你了解啦吼？伊敢若外口甲变做土内底无甲变做是土的巴肚，你知无吼？内底是鸟所以救即只受伤的鸟吼，甲变做土吼。即只土咧会生长嘛？足感谢即个女神吼。安尼来救，佫甲变做一只土，佫会生长，全世界敢伊会生长嘛吼？伊佫会当人欢喜的是生长是彩色的，所以逐年到春天，伊就生几粒彩色的吼，来甲即个女神讲吼，你多吼，多谢吼，多谢你救我一命，佫甲变做土吼，做逐年春天土就会生彩色的卵这就是伊迄个历史的演变，大概是安尼啦吼。即只足紧走的土春天到，伊就走啦，生这彩色的卵。所以我感觉，即个甲咱嘛是小可会使讲过来，就是讲耶稣基督是毋是甲咱遮个受伤犯罪人，甲咱医治对无？咱转来耶稣的面前，咱是毋是爱甲伊感恩，爱甲伊多谢？本来故事是甲咱无关的，总是甲咱的信仰是小可会当开起来解说吼。过来，你知影巴兰吼？巴兰要去上班然后我足生气的，就爱派一只驴仔去甲见去，有无？驴仔就叫这个声尔吼，安尼讲，巴兰吼，听到一只驴仔咧叫，既然会当听到妖怪叫，一只动物会当驾驶妖怪身体哦。新约是这个使徒彼得，伊有啥物叫醒？鸡角鸡角叫几声？2声。至少这个录音是2声嘛。圣经嘛讲2声，是彼得叫人3摆，安尼知无吼？圣经毋好胡乱讲安尼吼。你讲伊提3声，鸡角讲我则提2声，你安尼胡乱，甲我讲吼。所以一只鸡会当互彼得悔改。一只驴会当互巴兰细字，毋敢有人讲的。一只土敢会当互咱学着啥物功课？所以圣经实是无土通讲哦，总是土有足济，咱会当学着功课吼。土一个足明显的就是伊的耳仔落长有无？一个人吼，伊耳仔佫会夹起来，是安怎着爱落长佫夹起来？因为土吼也袂当烧拍。伊就人若要来食，伊就靠上靠走，走足紧对无？
伊明仔知影人要来，伊就耳仔去听，对无？注意听，所以这第一个土话的特点就是伊的耳仔足注意听吼。所以咱嘛是共款哦，咱对上帝话是像土话呢，诚注意听咧，爱留意听，就会当得到喜乐。这是圣经讲，这第一个对土话的耳仔，你会当就是讲，你爱足注意听咧，圣灵讲话吼，拢轻声细细，你知无？你若无注意，就无听，你听无。所以我定定个人是袂讲你灵修的时候，一定爱淡薄时间，拢无做啥安静，伊叫做 meditation， 冥想。你读圣经看过，了后你就拢迄阵啦，就是要有土啊，要听看，然后我有透过圣经要甲你讲啥物话，你就看下，就是讲逐工免足久哦，5分钟、3分钟无要紧。你唔好直直想，上着要讲话你就无用人听吼。注意听，这是第一点。第二，即讲食屎吼，你讲伊咧食屎吼，你若捌就叫伊吼，无注意时，伊咧做去伊个骹出遐，就食去。注意看，伊袂食屎，伊是食的是迄个毛肠消化过吼，爱搁送去药厂甲包一个迄个包膜。你知影咱即摆药有一种长效。是安来长效的，药厂做个创一个包膜包咧吼，而食了伊袂马上消化，伊会慢慢仔消化，你知无？所以你本来一工爱食3摆药，即个食1摆就好啊。你定定医生来讲，即摆这药吼，你一日食1摆，怎食1摆有效？因为你的身体慢慢仔释放吼。土嘛足够呢，伊的毛肠吼会甲创一个包膜。所以呢，等下你就讲哦，屎就是屎，迄个叫做有机滋养品吼。经过伊的毛肠的来去做过吼，迄无共忝。要翕着迄个真歹翕，因为伊还袂落土法，土啊就家己已经迄有效吼。敢咱牛啊，反刍，伊是用安尼反刍，你知无吼？你诚注意哦吼。伊第二只就是要甲消化啦，毋好讲无消化就放伊无使。你注意看哦，这就是滋养品，你知无吼？这盲肠迄个化学有限公司出品的迄个吼。滋养品啦吼，哦，金有无？这是屎，这伊袂食，这已经消化了无咯，要食无？所以较注意看的时候，伊放出来有2种，一种是保护品，迄伊会补，就通去吸收；一种是已经无人吸收伊就讲放掉。所以伊的根的吼，伊毋是遐尼光啦吼，伊这就是反复来消化吼。这个屎叫做 fecal pellet。这个毛肠的滋养品叫做 Seco Trop，Seco 就是毛肠，Trop 就是滋养品啦吼，营养品。我也是诚注意吼。咱对消化的话感受是安尼吼，咱注意听。另外就是讲，你若听无咩啦，就甲记起来吼，反复来想。即摆若想5秒无听，你会想远的。吼，你若拢无记起来，你就孬势啊，吼，就无去啊嘛吼，所以。上巧的圣经讲啥物人叫玛利亚？玛利亚吼，耶稣话讲话伊有当听无？讲就无要紧，听无要紧，伊就甲背起来，你知无？有闲就想，有当就想出来呢，就诚注意哦。你看玛利亚甲一切拢放伫伊的心内，反复思想，所以咱来当学土啊吼，上帝话有当足歹理解对无吼？总是你若家己，你无法度甲准拄好，有当直直想，会想出来哦。昼夜思想哦，反复思想哦，这是哦。过来，这只土啊咧创啥你知无？咧困，真啊紧紧，土咧困，手紧紧，你相信？是安那着紧紧，因为今日无当，今日人伊咧困的人来甲食去啊吼。所以紧紧无着来讲，伊足精神，你知无？咱咧困人把手着摕摕吼，毋知吼，有食了嘛？毋知着。土啊，足精神吼，这是足注意哦。以睁眼而眠啦吼，这代表呢，伊真精神，因为魔鬼定拢要甲咱食吼，咱来学土啊吼。过来土啊真够让你，我毋知你要饲土啊吼，伊一年让2摆饭，换毛啦，吼，所以伊的迄个皮肤吼，新陈代谢诚好。咱过2毛爱更新，土啊伊的毛就足够更新啦，拢换新的吼。
所以咧，咱的性命嘛是共款啊，用土啊吼，增厚健身吼。啊，土啊咧，伊一生就生一寿，你知无？毋是阵啊，我生一个两个吼，规寿，足好生土啊囝。啊，我毋知影你捌生着福音仔囝无吼？保罗伫哥林多前书讲，我伫基督耶稣内面的福音生命，福音生命。咱若无土啊，老师吼，上无咱莫变不孕症啦。哦，讲你信耶稣甲信耶稣的面吼，无生甲一个福音仔囝。你甲耶稣讲，我互阮记你的名以前吼，至少生一个。你毋免生足济啦，莫讲无生半个，安尼歹势啦。啊，咱就问耶稣讲，啊，我就安那则会带人信主啊，才会生福音仔囝吼，这土啊怎么生啊？吼，你会当甲学吼。哦，因为上帝甲你讲，你着爱生养众多嘛吼。啊，土啊咧，真够密空，你知影土啊会挖空啊吼。啊，伊土啊挖挖空主要就是讲，若有问题时，伊就掺入去迄个洞内底吼。啊，土啊佫就是挖一空的定，挖三空，啊，伊迄三空是中间有五空，你知无？毋是挖三空无共，伊三空的地方是啊，目的就是讲，互你看到土啊，软入去空就一直慢慢等，守株待兔着等无啦，因为伊为着嘛一空走出去啊，你知无？啊，所以叫做狡兔嘛，吼，你毋知伊另外一空伊倒位出去嘛，吼。啊，土啊，看到危险，伊就软在内底，一般就无比较大声，食伊无嘛吼，伊会晓插。圣经嘛讲吼，你若拄着危险的时啊，爱藏伫倒位？藏伫耶和华遐吼。我藏伫你遐吼，啊，会当脱离苦难吼。求你救我发现吼，因为我伫你遐藏我家己啊，藏伫主的内底。啊，土啊若叫人抓着的时候，会皮皮抓，规身躯拢皮皮抓吼，因为伊会惊啦。啊，咱基督徒看到耶和华袂晓惊，咱藏伫耶和华。保护咱，总是了我是圣洁，啊，咱定拢继续啊拉神吼。所以咱定讲基督徒对上帝一个真歹，就是讲袂晓敬畏，袂晓敬畏，袂晓敬，袂晓惊吓。伫圣洁的上帝面前，袂晓讲啊，安尼我有做着，啊，见着耶和华，真正求耶和华怜悯。但拄仔咱的思维咧，甲咱祈祷的是，我毋知你有注意听有讲吼，虽然啊总是我两能食无。我逐日带来礼拜时，有上帝你甲阮下面，迄就是会晓惊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哦，毋是干那审判，无信耶稣，信耶稣嘛审判哦。啊，所以咱若定讲食圣餐的时，我毋知你牧师有安尼就讲，咱要领圣餐以前，咱家己先反省家己，应该领圣餐，甲即个来讲，就讲我怕有得罪人，甲得罪上帝所在。若有求你甲我提醒。就你甲我写，就大概食圣餐时，互咱搁一解反省。我今日地方叫做审思嘛，哦，啊会反省，也知影家己毋对，咱就搁较细致。安尼咱的生活才会愈来愈圣洁，才会愈讨主啊。所以这个惊吓吼，敬畏是一个足重要吼，伊叫做恐惧战惊吼，啊，才会当加做得救的功夫啦吼。敬畏耶和华，会得到神的祝福哦。啊，过来土啊呢，伊就足好走吼。啊，要掠土的人就掠，我看有只狗啊，只狗啊，腊狗走比土啊较紧，土啊足好走，走无腊狗遐紧，啊，佫两只腊狗咧夹着，所以是安那土啊有法度无腊狗食去，你知无？伊走比人较慢，总是转身比人较紧。你知影阿里山的火车吼，火车要飞去山顶，直接爬袂去，伊就爱爬去，啊，佫害落来，啊，再佫害去，你知影意思无？哦，因为迄个车道伤斜啦，啊，火车无法度吼，会倒头路，所以伊就用较紧的车道，啊，安尼啊，佫第二个则一解关是说，啊，土啊就足个用即步，叫做 Z 线，你知英语的上尾字，迄是 Z 有无？狗啊走较紧，总是转身较慢，安尼知无？所以走啊掠着的是咧，土啊转身，啊，伊佫转身，啊，就距离佫掠，利用安尼来相表，足好走吼，足好走。啊，咱若拄着气场的时，咱落土啊吼，啊足好走吼，就表，了相表。啊，过来土啊一边做伙咧，因为冤家哦吼，因为当斗阵。咱伫教会嘛是学习土啊，啊那和睦，啊
大家三做伙，这只土啊咧创。咧炖茶啦，你知炖茶无？因为咱礼拜吼后壁还有花枝肠吼，所以我有足侪电影摕掉，因为啊无恁个礼拜到12点，咱花枝肠就无法度礼拜吼。土啊炖茶吼，就是要创啥个？就是要甲其他土啊讲吼，有微点毋好出来，安知无？啊，就是伊个声无我爱加遮大声啦吼。总是只土拢入去洞内底啊，啊，若有一只蛇看到伊不对劲吼，炖茶啊炖茶啊，伊是土就紧动有无？啊，伫洞内底看迄土粉安尼打来声，吼，顶头有问题，所以因足饱的吼，上济死一只，其他知影毋是说就秘密洞内嘛，卖出来无代志对无？所以这叫做互相提醒，哦，互相警告，哦，这讲是为吼，伊叫做商品的炖茶啦。啊，炖了啊，大家就知了吼，知影毋是说啊吼，这叫做食物安酸，对无？对无？啊酸啊，这有一个问题，我要甲恁请教，科目做伙甲炖茶是毋是小可紧张的关系？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若是大家要好斗阵吼，伊若有危险啥，你常常莫讲，袂得失人。比如讲，咱教会某边人做了无啥好势对无吼？你要甲警告，会安尼，若是安尼毋好。一般听到就是基本一个话论，袂爽。你哪会讲我毋对，对无？啊，所以要大家好吼，啊，就拢莫讲啊，好，啊，就毋对，迄上帝上帝甲审判，到我无代志，这就会晓断定嘛。啊，断定无一定大家拢会欢喜啊。所以我感觉讲，基督徒要做伙吼，伫即个科目。啊，甲炖茶就讲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一个发难时，叫一个典型啦。哦，一般来讲是安尼啦，较谦卑的人，关系较好的人，较会当炖茶，安尼对无？哦，翁仔某若好，就是定定互相炖茶，安尼知无？哦，啊，有炖的人就爱欢喜，就讲啊，多谢你甲我炖茶，安尼吼。啊，有诶吼，就看一个吼，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大概若等伊某就讲，你若我规个讲了毋对啦，啊，伊讲规公司都毋敢讲我毋对，敢若你讲，伊讲啊，就我你某啊，无你要想要甲你讲，公司人拢嘛甲你巴结啊，对无？啊，哦，你足老啊，你讲的足好诶，总是往太太真年轻哩，伊甲你讲起，安知无？来讲你安尼毋对哦，你对囡仔安尼讲即句话，可能较过分哦。我毋知影，咱莫讲教会啦，咱家讲咱家庭。那互相咧敬告的时，咧炖茶的时，咱安怎去处理？那今年你才会晓知影讲，啥物时阵互相炖茶，啥物时阵互炖茶时会晓讲感谢。我想恁今年继续平衡。啥物拢莫学啦，甲土仔学炖茶就好啦吼。叫做互相款待。我讲一个最无简单做，以台湾人的做人，普通人无要做迄个特色啦。哦，你讲人也无欢喜，就莫讲无代志啊。一般咱是安尼啦，啊叫做烂好人啦。好人啊，吼，莫讲啊，莫讲歹话啊，吼，即个彼此教导，互相款待，我想这嘛是一个咱对土话会当学着的功课吼。啊，这才注意，讲你要说吼，这是法国人，啊因咱会走来台中拜拜。即间庙是台中的，嘛是大庙啦吼，叫做新福宫。啊，伊若来拜拜，伊佫摕一个平安符，你知影平安符无？你知影伊个头前这是平安符呢？啊，旧年12月的时，我去读到即个新闻，啊，感觉真趣味吼。咱台湾人吼，出去，我拢今日行出去，你看伊车顶拢会吊一个迄个无？去庙，讲简单的我就讲吼，毋知当时拄在求神明保平安嘛，保平安。即个外国人哪会？咱台湾保平安，伊毋是使计程车，伊卖飞行器的啦。法国的卖飞行器公司啦，你知影飞行器公司飞行器真正足贵无？啊，买有当啊到尾广告毋捌卖成啦。啊，咱台湾要买嘛，惊伊讲有当啊你买飞机，有当啊阿拉伯会甲你夺，你知无？哦，会中央甲你，互你买卖成。所以法国人嘛惊，台湾人嘛惊，要买甲要卖拢足紧张嘛。啊，台湾人就去。即间庙拜拜，啊，就求迄平安符嘛。
啊，法国迄个总经理过来咧讲生理的时，伊好心讲，啊，要叫阮新娘拜拜吼，啊，一个不低啦吼，啊，保平安安，啊，尾啊生理有做成，可能伊袂有钱啦。这些法国人足感谢咧，讲哦，这个病吼佫有效咧吼，啊，转来2年后咧来还愿，你知无？走来这间庙，好，咱的记者讲，哦，法国人过来咱这世间庙啊，啊就进去拜访吼，啊就报出来啦吼，啊，这个就是去年12月7日，法国的飞机公司的亚太的总经理啦吼，伊的名叫做 Christophe Potocki 吼，啊，伊是2年前2000年的时候，甲华信吼，踮遐咧做伙咧讲生理啊吼，啊，尾来咱这边的人好心送了一个平安符。啊，生理做成哦，经过2年做成，突然来答谢，来答谢。这是台湾的庙，全部拢有这个平安符吼。你唔好笑伊安尼吼，有足侪基督徒信耶稣是甲耶稣当做平安符，有无？哦，保平安啊，哦，咱平安啊，咱今日上帝甲咱保庇拢平安啊，安尼对毋对？对啊，毋对？信耶稣求平安，对啊毋对？对啦，哪有啥物毋对？当然求平安啊。总是信耶稣，干那求平安，敢有够？无够。耶稣就是干那互你平安。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恁兜若火烧厝，是毋是消防组紧来紧好？对无？咱若厝还未烧着的是火去拍了，啊你就平安啊嘛。叫做消防组对咱的保平安，就是讲咱。厝呀，火烧厝，拄则开始要烧的时，伊紧来，啊若阵火拍了，消防组要踮恁兜走，你敢会感觉真奇？喂，火拍了，你有无转去？我要困啊吼，我袂使，这拄则火烧厝，我踮遮注意看恁是安尼火烧，无啦，你火拍了转去啊。啊，这就是消防组，就是咱求平安符啦。啊，其他你莫插，甲你无关系，你知无？你问你家己，你信耶稣是毋是安尼？破病啦，有代志啦，囝要考大学啦吼，拍命祈祷着，啊考着，耶稣你去休困吼，这本岛的代志你莫插伤济。所以讲起来，咱咧笑别人咧平安无事实上，我看足侪时阵，咱的信仰，上帝是做平安有名啦。吼，帮我解决问题，互我莫拄着困难，安尼就好啊。上帝，你做即款上帝就好。所以你毋好笑法国人哦，咱台湾人足侪。虽然叫做信基督教，总是基督毋捌做你生命的主宰，永远是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急救者、急救者。无代志你莫来，有代志你先来。这讲平安符啦吼。所以即款教吼，伫欧洲的，因感觉土爱带来好运，叫做土主教，来介绍一下吼。咱平安符是用一个细细啊调的对无？因是土骹。啊，读歌你知无？读歌吼，啊，迄款土仔板吼，伫迄个汽车的锁匙的迄个嵌有无吼，啊掉咧，啊，就甲咱的平共款，因欧洲是叫做土仔骹吼，啊，土仔骹当然毋是四只骹拢有效，毋知你知影一只土仔敢若一只骹有效无？啊，倒一起是倒平安正面的土仔骹，头前骹后壁骹吼，啊，佮另外讲，逐只土仔拢有效无吼？特别土仔，特别的所在。特别的时间，用特别的物件拍走啊，所以迄款足贵的。互你看，这叫做土仔骹吼，这只白土仔土仔骹吼，啊，绑一个这个袂当放锁匙放啥，啊，规身躯出去就炸了吼，保平安啦，叫做土仔骹吼。啊，这只乌的吼，这乌土仔，这白土仔吼。啊，我甲恁讲啊，你今日礼拜啥物拢袂去，至少你若去欧洲要买这个土仔骹吼，你若买着骹，啊，甲毋讲啊，你这只是倒一骹，买毋着骹就无效吼。倒平后骹，安尼至少恁爱记了吼。一只土仔翅鱼敢若一骹有效尔，你讲恁即只土仔骹是正骹倒骹，若讲正骹你毋好买无效。然后头前骹嘛无买吼，敢若倒平后壁骹有效，啊，佫毋是逐只土仔拢有效哦。你也毋讲你土仔伫倒位刣的啦。啊，特别的所在呢，爱摸补刣才有效，安尼才无。哇，这就麻烦啦。啊，所以要趁这个钱，就爱去摸补等土仔出来是吧？啊，佫你是拍无效，就爱半暝啊，啊，月娘爱圆的，所以一个月才一工有效吼。满月夜，你知无？满月半暝啊吼，
啊，即摆拖出来是你用普通清水拍无啊，都要用银做的清水拍草拍吼，这真贵哦吼。啊，你就知影吼，你去拖较无简单啦吼，啊，买着迄就会保平安，这是因相信安尼啦吼。啊，有当啊吼，咱嘛是安尼啦，你祈祷你若祈祷三道有效，我毋知你捌看人咧卖册讲吼，怎么祷告神一定垂听，还有拖骹，安知无？你知说？哦，我祈祷人叫奉耶稣的名，上帝无听到歹势，你我叫奉耶稣的名。人来讲，你若念啥物，啊，就一定祝福。迄美国有一个牧师在趁大钱，就是讲你若对我安尼念吼，3个月来绝对上帝祝福，叫人拖骹，安知？所以你莫想讲拖骹是欧洲的迷信哦，咱教会嘛足侪拖骹呢，甲你教闭关。你若安怎，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祈祷。啊，你着爱说伊咯，咱上帝无遐戆啦，毋好想要甲上帝给利用啦，哦，要甲伊控制，无啊，咱的上帝较巧吼。啊，尾啊，这故事恁拢会记完，甲囡仔讲啊，拖啊甲古早，到尾啊古早赢有无？是安古早赢，你知无？拖啊半路想讲我恁爸走足紧的吼，专去剁牛啦。啊，等伊剁牛了，人牛已经爬到终点啊啦吼。所以咧，咱若做有上帝，咱有事，咱来祈祷，就爱谦卑，毋好骄傲啦吼。啊，甲人落西欢喜，安尼较袂变做即个赛跑走输的土啊吼。谦卑，毋好骄傲，咱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我阮进入土啊，虽然圣经土啊真少，总是我若注意观察你所创造的土啊。感觉有侪上面的功课，咱好好学习。我也真谨慎，我也真注意听你的声，我也反复思想，我也真熬诚实只土啊，我也真好斗阵，我也会晓正赢。主啊，你帮助我，互阮对土啊淡薄的学习。新的一年，互阮伫属灵的生命中间会当更较精神，互阮毋是甲你当做土啊骹。求平安来听，我会当真正顺服你的意，你的旨意，真正顺坦来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条圣诗是咱的圣诗，总是我甲歌词改做咱今日讲道有关的。所以你若好，我对我唱一摆，你今日讲道就拢记起来，吼。来，拜上帝行义，时常敬畏伊。上主互咱通相比，关系真甘甜。来，拜上主的行义，听谈主话语，愿福思想记心里，遵守伊教示。拜上主的行义。着敬诚世义，牛着饲头着走哩，免得hand落时。来，拜上主的行义，好无三客气，互相苦劝甲扶持，延更主名字。来。拜上主的行义，生命着坚实，欢喜带人归真心，愿天公甘霖。小姐，我毋知你今年有要甲上帝讨啥？今日我讲的土啊，有足侪上帝讲过，你甲上帝比较讨一项，我今年甲旧年都共款。这叫做敬心。咱讲新年，咱有嘛是甲穿新衫，对。有嘛咱的甲上帝关系，咱的信仰甲旧年淡薄无共，安尼就好。当然你10项要讨拢我定后，总是你至少讨一项，毋好空空来，空空倒去，就无采你今日来哩，就要整就好。但拄仔我讲，你若会记较有感受的，你甲上帝讲，互我无简单听道理，会听袂去听。将来上帝的心肠，你爱记。伊会问你讲，土啊年，蔡牧师讲到你有去礼拜？有啦，啊
啊，你有听到有咧？啊，你若毋听，啊，你就点点，你点点，啊，你就有听到你若毋听，咱啦，记得，有家己记得。谢感谢你。伫新的一年开始，阮对科仔有淡薄的学习，帮助阮会晓听你的声，然后反复思想。然后安尼，阮会当警醒，阮会当有好的品行，通去带人来回应着你。阮伫教会兄弟姊妹逐个和睦做伙团体，总是阮嘛会晓互相提醒。阮伫你的面前会晓敬畏你的性格，有你帮助阮，阮今年会当灵命更新，祈祷红课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咱来奉献，请子女先服务。人家的想法甲思维因素风险，请大家来家己来看。咱就来看本会消息。第一，疫情的关系，隔离处理，若做有艰苦身体急的事，会当通知咱的教会会当帮忙。第二，咱今仔日多谢蔡牧师来做事情，咱拍鼓啊，感谢。第三，下注你下晡1点半要调规定员中集会，请相关的人工到207来出席。第四，请约会交合会手册，互咱合会免钓鱼啊，还袂交会的手册，连资料的相关的人工吼，请尽量伊来交吼，方便咱的干事来做合会手册。第五，
今年度若准有献花的兄弟，开始会当交钱吼，开始会当交费用予咱的干事。关怀内底的部分，第一，咱请为着洪乡传道来内底连刚才咧准备大题要来练习吼，要来练习，所以咱特别来一个。第二，伫咧处理条约的案件的包括廖天士、陈俊雄、苏连宇、林澄清、吴世敏、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曾文德、郑怡霞、罗金英、许建林、林李敏珠、陈天成哈，啊，还有大爷兄弟潘永洲、姚卫新、李希敏、洪本展的兄弟妈妈，还有白许秀英、单小雨来提的。后天的部分，请大家看准有电视来做，咱会议来看吼。咱只是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吼，今仔日的经句是记载伫个提别来书十二章28章，提别来书十二章28章吼，咱只会来读，只会来读吼，只会来。所以咱闽南话要鼓励朋友一起定来晒，互相的欢喜，咱这开始变好。所以咱闽南话要鼓励朋友一起定来晒，互相的欢喜。是咱来吟上言510首，上言510首，因是说咱请创老师来带咱做迄个角色。伊被上主的疼爱，圣灵相当感动，时常甲咱每一个同在。互咱伫新的一年，为土啊，会当做着新的上面的功课。所以即个天直到咱的主过来时，阿门。
你在交会然后你有给我啦，忘记了。够吗？够的。够。还不确定哎。他有说，有吗？真的没看到。好，好，哦，对，因为你那个吃的很快啊。